顺着乐团歌声向里底行，马上就会当看到以文下摇滚风格著名的玫瑰木乐团伫遮咧做表演。现实绝望的放手线，火山开来，一起升天。没有山峰，没有敌人飞起蓝天。其实，这毋是虾米 club， 也则是团练室，这其实就是市原创团将服务处地下室改造成为王泉人文音乐艺术空间，将硬扁扁的政治服务买当变甲真艺术。要让这个城市变得真的有生命，然后有温度，其实我们就以身作则，所以我也率先把硬邦邦的政治性的服务处，把它变装成一个人文音乐的一个场所。然后呢，我觉得我们是公众人物，我们应该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去推动，然后去身体力行，然后带动更多的朋友去接触音乐跟这个人文哈。那我觉得，那这个城市是变得更不一样，这是我们台南跟其他都不一样的一个地方。10月30号的演出现场来了真侪市民贵宾做伙看表演，将艺文空间坐甲满满。李伟、陈廷辉同款嘛伫现场听歌，伊表示：一开始看伊吼，甲服务处转型变成人文艺术音乐空间哈，我们都觉得他怎么敢做这样的尝试，但是没有想到说一次一次人越来越多，然后呢，越多的我们音乐家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共同来响应，那甚至也把这些经费，然后变成了可以协助更多弱势的人，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后我想也给每一个民意代表改变一下想法，其实服务处不会再是硬邦邦的，而是可以用人文、艺术、音乐把它很丰富化。台南市原创专服务处为伫咧东区庄明路111号服务处的人文音乐艺术空间，会无定期邀请艺术家、音乐团体、文学作者来做分享。市原创专欢迎市民大众踊跃前来，感受人文艺术再来正能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